后来继续来看这间嘉义翠庵场，甲中国籍翠庵参南实名制翠庵送到邮局去卖，但是头家煞讲是为着要应付到这个翠庵国家队的征用，佮讲中国籍翠庵品质嘛真好啊，唔惊检验。讲这话吼，是由这个卫福部长陈时中听到真气炸，是听甲起性地，讲安尼做破坏到人民对翠庵国家队的信任。嘉义省犯法在先，出代志才讲一寡543，安尼太对咧。阿中部长讲，第一时间已经命令这个工厂停止出货。犯法在先，讲一寡这543真系对啦。卫福部长陈时中气噗噗，因为翠庵国家队有人违法。我不是黑心工厂，但是我不这样做，我的人员没有办法休息。用中国制造的翠庵来套滥，送去西药房卖。嘉义科技负责人讲，伊嘛是强逼的，为着应付翠庵国家队的征收，才会动脑筋动去中国制造的翠庵顶悬。但是陈时中讲，这拢一律正。这个800万片，我们还不要求他要立刻来交，不是每天来交。那现在你不能再用这样的一个借口，来说所谓的工作量或是其他的问题，那不能这样子混淆视听。嘉义公司阁强调讲，中国制造的翠庵品质嘛袂歹，会当接受检验。但是陈时中讲，大家都违法在先，我们检测在后，那这个社会整个就乱了。这已经不是那个品质的问题了，是你完全不合法嘛，不合我们整个的规矩，而且破坏了我们对口罩国家队的一个信心。嘉义科技出产的翠庵顶悬有印 Carry Mask， 已经收到的西药房即马无因试查，替民众换货。卫福部第一时间嘛爱嘉义公司翠庵厂停工，就是不爱互这批翠庵继续卖。